受到太平洋高压的影响，小空气无法度透。屏东市已经连续3天拢超过38度，高雄的灯塔阁出现39度白冠军。气象站表示，因为小空气这条咧，今仔日可能是会阁较热。大日头开的西仔湾差不多无游客，伫路行的人举雨伞闪日。晚暝2点的时阵，高雄气温晚暝34度。西仔湾对看的高雄电下测站早起10点14分出现39度8的极端高温，甲气象署记录历史高温前3名，敢若差0.2至0.4度，接近40度。温热很多，好像温度很高的样子。高压笼罩散热的效果不好。所以温度比较容易举升上来。西部地区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。像我们高雄呢，今天的话，也有一些地方有出现38度的高温。气象站解说，高雄灯塔伫基顶石瓦地状况特别，无代表高雄整体温度。南部除了嘉义市，其他县市嘛都高温警示灯感觉熄灯。屏东因为连续3天高温超过38度，都红灯。也有民众看到市区的空电架甲市州路、高速路口附近的飘线，因为高温的影响，大卡车一个交过就鼓起啊。看那个地面的痕迹，它就马上就软掉了，因为可能这几天可能太热了吧。连续高温，各地拢传出有民众热伤害送医。顶礼拜有一个40多岁劳工下班要为高雄转屏东疲劳的分气，送医检查出还原机溶解现象。很热的地方或者太阳直照的地方工作了1-2个小时，觉得身体有一些燥热，那发现说汗水越来越少，还有口渴的现象，可能就要到阴凉的地方休息一下。气象站提醒，热切防热这环境条件也同款，日一直真大，无排除会产生极温现象，致使温度更加悬。呼吁民众出外一定要防止晒伤，佮补充水分，防止热伤害。记者综合报道。